各位香港嘅老友，我係 Stella， 歡迎嚟到拆房頻道。我唔係要拆你間房，我係幫你拆解所有房產嘅坑位同伏位，唔止係中山，甚至成個灣區嘅樓盤同你哋一一拆解。拒絕水軍，拒絕虛假，只講真實嘅官方數據，唔係叫你唔好買，係想你醒少少先去買下。今集港人退休三寶：中山、珠海同埋惠州。你 agent 咧一定同你講過，三個都係天堂，平靚正，空氣好，生活成本低，1小時生活圈。講到好似咧唔買就蝕底咗咁，但係咧我同你講個內幕嘅秘密。呢3個城市入邊啦，中山、珠海同埋惠州邊個係天堂，邊個係深坑陷阱？唔係我亂吹噶，用政府統計局出嘅真實數據講嘢。咁呢條片咧，我就同你逐個去拆解佢。你睇完嘅話咧，你唔會再俾 agent 老點亂氹你落訂。Ready 好未？開始噶咯。第一城珠海，最貴但係穩，退休嘅頂配之選。先擺官方權威數據出嚟先，唔講網絡小道消息。2025年末，珠海官方常住人口254.31萬人，連續3年每年淨流入2萬幾嘅人口，成個灣區西岸人口增長係最穩定嘅城市。2026年7月最新樓市數據，珠海二手均價啦，去到15,155蚊一平方。新樓整體均價係21,316蚊一個平方。喂，二手15,000，新樓22000喎，中山先至8000幾，珠海價錢直接貴成倍。咁點解仲有大把高預算嘅港人啦，專登揀珠海退休？3個硬數據嘅理由冇辦法反駁。第一，珠海有紮實高新產業托底，唔係淨係靠港珠澳大橋遊客食飯嘅。橫琴自貿區、高新區、生物醫藥、精密製造全部落地，有大量白領上班族長期定居，有常住人口就會有穩定嘅租盤、二手接盤客。第二，人口持續正增長，城鎮化率高達90.96%， 3城入面最高。城市發展質感完全唔同㗎。中山人口緩慢平增，惠州總人口睇落多，但係核心片區人口流失嚴重。珠海係唯一人口年年有新血入場。第三，港珠澳大橋啦，通勤係真實落地流量，工作日每日幾千個港人往返港澳珠海，唔似深中通道，好多車只係過路唔落中山消費。珠海同澳門、香港之間嘅人流、醫療、商業往來全部都係 real 嘅，但係珠海都唔係完美無缺嘅，一樣有坑要避。同比舊年啦，全市二手樓整體跌咗8.56%，新樓按月微跌0.26%，即係話你舊年買咗金灣、斗門遠郊區，今年帳面已經唔見咗8.5% 資產啦。仲有珠海最大嘅死穴，入門門檻極高。二手15000，你買間80平方2房退休自住，2萬人仔起跳，港紙計大約係83萬。中山同等 size 53萬就搞掂啦。珠海總房價係中山嘅2.5倍。我哋先分個人群專屬嘅建議先啦吓。第一個，退休長者預算150萬以上，優先揀香洲主城、橫琴、林灣片區，醫療、商場、超市、口岸全部齊全，步行範圍啦，解決日常嘅生活，唔使日日揸車捱塞車。斗門、金灣、遠郊千祈唔好掂啦，配套斷層，老人家出行極唔方便。第二，投資屬性買家只可以入手香洲核心地段，遠郊片區哪怕平3成都唔好執，庫存去化周期38個月，遠郊二手放盤啦，1年都難成交啊。第三個，年輕有車通勤嘅港人可以考慮金灣臨隧道嘅位置，車程半粒鐘到口岸，價錢咧平過主城嘅3成，但絕對唔適合冇車嘅退休長者客。咁珠海係天堂定係陷阱？如果有充足嘅 budget， 珠海喺3個入邊係最穩陣嗰個，保值能力係最強，醫療商業配套最成熟，真正有完整大城市嘅生活氛圍。但你荷包要夠深啊！退休買珠海，你一定要預150至200萬以上總預算。如果得50至80萬預算嘅話咧，珠海同你完全冇緣，勉強入遠郊只會太坑。OK， 第2城中山，最平但有明顯嘅代價，預算有限，退休折中選擇嚟嘅。呢個咧係最多普通預算港人揀嗰個。我哋先上個官方嘅人口數據先。2025年末，中山常住人口457.23萬人，一年淨流入7.77萬人。深中通道通車之後咧，人口持續緩漲，城鎮化率87.95%，
城鄉發展差距好大，點解中山同珠海常住人口會差200萬？呢個現象主要受3個因素影響。中山地處珠三角核心區域嘅地理優勢，以製造業為主嘅產業結構提供咗大量嘅就業機會，以及珠海採取嘅人口控制策略。咁2026年7月權威樓市嘅數據就係中山二手均價啦，去到8650蚊一個平方，新樓均價去到11351蚊一個平方，咁價錢就直接平過珠海一半。但你知唔知點解咁平？3個數據級別嘅一個隱患，退休買家一定要睇穿啦。第一個，全市一手住宅真實庫存超過5.07萬套，整體去化週期長達34.7個月，即係由而家開始唔起任何新樓，都要接近3年先可以清晒現有嘅存貨。遠郊鎮街去化週期甚至突破咗600個月，完全冇二手流通性。第二，區域嘅空置率兩極分化。東區石岐主城夜晚入住率80%以上，但馬鞍島、神灣、浮沙呢啲片區大型屋苑夜晚8點得30%窗口着住燈。你退休搬入去住，隔離左右全部都係吉屋，商鋪開唔到，街市冇人流，生活氛圍好冷清。第三片區跌幅差距離大譜，馬鞍島由35000插到14000，累計跌咗差唔多60%。坦洲林森片區由15000落到7852，腰斬價。火炬開發區相對抗跌，但高位入手嘅單位都跌咗40%。我哋而家分個人群專屬嘅建議先。第一個，退休長者自住永遠鎖死東區、石岐同埋西區主城4街道，醫療資源集中，步行街、菜市場。港人專屬嘅商場超市一應俱全，就算唔揸電動車，步行都可以生活。坦洲只適合每週返港、中意自駕嘅長者，但千祈唔好指望升值啊！馬鞍島工業鎮直接拉黑啦，老人家住會好荒涼。第二，投資買家，中山整體定位就唔係投資型嘅城市，唯一勉強有流通性嘅只有火炬、東區二手嘅次新盤。其餘鎮街買入就套住㗎啦，二手根本冇接盤客。第三，後生有車嘅港人，深中通道通勤優先揀火炬海欣片區，半粒鐘落到深圳前海，想平價度假偶爾居住，坦洲可以揀個細兩房，但千祈唔好大額投入博升值。咁中山值唔值得買呢？完全睇你買邊個片區㗎咋，揀啱咗地方就係退休嘅樂土，揀錯直接變負資產。東區火炬相對保值，有產業有人返工，二手流轉性係中山嘅頂級。坦洲、南朗夠平，但純粹消費品唔係投資品，升值就永遠唔好諗㗎喇。馬鞍島，除非你5年10年唔諗住賣層樓，純粹自己長住，唔理資產浮動，否則就唔好掂啦。中山嘅清晰定位係平價退休自住城市，你 budget 50至80萬，中山係你嘅 best choice。但你要清醒接受，你層樓升值機會微乎其微，佢係消費自住選項，從嚟唔適合抱投資心態入場。記住呢句，唔好俾銷售畫大餅。第三城惠州最平，但全灣區最大伏位嘅9成港人踩雷嘅重災區。呢個3個入面水分最多，中介最中意吹，跌幅最恐怖嘅超級陷阱。先擺官方人口數據打面先啦2025年末。惠州全市嘅常住人口619.3萬人，睇落人口最多，但9成都集中喺惠城市區、仲海工業區、大亞灣、惠陽林森片區，常住人口長年負增長，大量空置樓盤冇人入住，屬於總人口虛高，熱點片區空心化。2026年7月真實嘅樓市價格啦，惠州整體二手均價大約係7500到8500蚊一個平方，大亞灣片區啦6000到8000，惠陽區7000到9000。表面價錢仲要平過中山添啊！60平方嘅兩房，40幾萬人仔就有交易啦，聽落超級吸引啊！好多預算有限嘅老友一睇個價錢就心喐喐啦。但背後嘅數據陰謀，我拆到最底俾大家睇一下。惠州樓市高位嗰陣，大亞灣最旺嘅盤賣緊15000到18000一個平方，而家普遍6000到8000，仲有部分不良嘅盤仲硬撐賣緊13000蚊一個平方，喺度氹緊啲小白。整體片區累計跌幅超過60%，係超過60%喎。點解惠州跌得咁金？永遠救唔返？
3個核心硬傷，退休長者承受唔起㗎吓。第一，業內公認嘅中國最大鬼城，唔係亂叫嘅。大亞灣成個片區起咗幾十萬個商品住宅單位，常住入住率唔夠一半。夜晚呢，成片燈火，好稀疏嘅。商業街大量鋪頭執笠，老人家落去連穩定嘅菜市場、私家診所都好難揾。惠州全域住宅整體空置率去到31.1%，大亞灣遠郊樓盤空置率突破45%，屬於嚴重過剩嘅狀態。第二，完全冇高端產業支撐。惠州經濟核心靠電子廠、化工廠、勞動密集型嘅工廠，唔會有白領中產階級接二手樓。本地上班族工資水平偏低，根本接唔起港人手上嘅閒置單位。第三，通勤距離完全被美化造假，銷售永遠講深圳後花園，高鐵半粒鐘，真實測試你由香港西九出發去大亞灣，轉地鐵轉巴士再自駕，正常暢通嘅情況都要2粒半鐘嘅車程。退休上返香港探仔女探孫仔孫女，來回足足5粒鐘。長年住同埋往返嘅老人家身體好頂唔順㗎。仲有個最恐怖嘅二手數據，大亞灣多數熱門嘅樓盤二手掛牌超過2年幾，有效睇本記錄，中介只能靠賣新樓賺錢，完全唔願意接二手單。你唔係買樓，你係買咗一堆無法變現嘅舊磚頭咋，永久鎖死你流動資金。而家我哋就分下人群嘅專屬建議先。退休長者100%唔建議入手啊！哪怕總價30幾萬超平都唔好貪。片區配套殘舊，醫療資源薄弱，往返香港時間成本高，住落會越住越孤獨。想賣樓套現根本冇門口啊！第二個，投資買家直接拉客惠州所有林森文旅盤啊！庫存去化周期突破30個月，二手市場接近凍結，10年都唔會有行情。唯一勉強合適人群，年輕深圳打工有車嘅港人，只有長期落深圳返工，每週自駕通勤嘅後生仔，先可以勉強揀惠陽林森邊緣盤，純粹就近返工使用嘅。就算係呢批人，我都建議租唔好買。咁惠州有冇極端情況買得過？如果你流動現金多到冇地方使，買層樓純粹當1年去2、3次嘅海邊度假倉庫，完全唔介意，永遠賣唔出，唔需要靠呢層樓養老或者變現 ，OK 嘅，隨便買。但如果你係規劃退休定居，將嚟有可能需要賣樓周轉資金，惠州你連睇盤都唔好嘥時間啦。OK， 而家做翻個升級版嘅3成數據對比。二手價，中山8650，珠海15155，惠州7500，同比跌幅，中山負6.87%，珠海負8.56%，惠州負60%。庫存去化，中山25個月，珠海18個月，惠州30個月。空置率，中山中，珠海低，惠州極高。產業支撐中，中山係中嘅，珠海係強，惠州弱。咁港人交通呢，中山1至1粒半鐘，珠海1粒半至2粒鐘，惠州2粒至2粒半鐘。你睇下呢張升級數據表，高下立判，珠海最貴，但人口、產業、口岸、流量3重托底，抗跌性3成係第一嘅。中山最平衡，平價選項，但區位撕裂極嚴重，揀錯陣街一樣淪陷。惠州表面最平，實際係資產嘅絞肉機，平價背後係完全喪失流動性。重點爆內幕，點解全網中介最瘋狂推惠州？講穿個利益真相，所有銷售絕對唔會同你講嘅。中山正常新樓中介佣金普遍3到4個點，珠海核心盤佣金仲加低添。仲要監管嚴格，唔可以亂反佣。但惠州、大亞灣、惠陽新樓佣金普遍已經開到8到10個點，部分清美貨盤甚至去到12至15個點。計一條數，一間50萬總價嘅惠州單位，中介賣一單直接帶走4至5萬嘅佣金，收益係中山嘅3倍以上。你話呢？面對咁誇張嘅佣金利潤，agent會唔會同你講惠州空置率鬼城，二手賣唔出嘅真相？唔會㗎，佢會成套劇本包裝。惠州係深圳嘅後花園，高鐵半粒鐘到香港，林森
地鐵規劃升值，潛力無限，全部都係包裝過嘅廢話。佢賺高額嘅佣金。3種預算場景對號入座。方案一，你有150到200萬嘅 budget， 想退休生活有質素，想層樓保值，唔介意俾貴啲。珠海優先鎖定香洲區、橫琴周邊主城嘅片區，配套成熟，城市氛圍好，港珠澳大橋往返係最方便嘅，退休養老體驗拉滿，勉強兼具資產保值屬性。投資角度都唯有珠海核心區係有長遠嘅承接力。方案二，你有50至80萬 budget 嘅，想平平地退休定居，唔強求層樓升值，但一定要揀啱區避坑啊！中山死守住東區或者火炬開發區，堅決避開馬鞍島、浮沙、神灣呢啲工業遠郊片區啦。除非你純自住唔賣樓，日常生活成本低，返香港1個鐘嘅車程啱啱好，喺普通預算港人退休最穩妥嘅選擇。投資就唔好諗啦，擺正自住心態先唔會失望。方案3，你得30-40萬，超低預算，睇到惠州樓價以為平平地買咗先囤住先。我勸你直接唔好買啦，30-40萬喺惠州確實買到間海景2房嘅，但你買完之後面對嘅現實就係冇穩定嘅租客，冇二手接盤客，想掛盤買2-3年無人問津。你筆流動資金直接永久鎖死喺一間你1年先去得2次嘅空屋鬼城入邊，咁不如乾脆將啲錢放喺銀行嗰度做定期存款，至少你啲錢隨時可以攞翻出嚟使啊，唔會變成死資產。退休買樓最緊要係從嚟唔係單價平唔平，係你將嚟日常用唔用得到，急錢時候賣唔賣得出去。好多長者退休咧，不生積蓄，就因為貪幾十萬嘅一個平價，踩入惠州泥潭，後悔都冇辦法去救。最後總結3句大實話：一，有充足預算想優質退休加輕度保值，就揀珠海核心主城，3城入面最穩，配套最頂，生活質素最高，遠郊都唔好亂執啊。2，預算緊縮想平價定居退休嘅，就揀中山主城片區啦。但係咧，你要刻入個腦嗰度啊，只買自住唔買投資，千祈唔好貪遠郊低價盤，買錯咗區就套住咗噶啦。3，惠州無論銷售吹到天花龍鳳，佣金套路玩出花樣，除非你錢多到完全唔在意資產變現，否則直接怕掂都唔好掂啊！就係咁簡單，數據已經係擺晒喺你眼前啦。你 agent 同你眯埋眼亂吹3個城市都係退休天堂，佢講嘅係佢自己高額佣金嘅天堂，絕對唔係你香港長者嘅退休天堂。我講嘅呢啲全部係政府統計局樓市監測平台出嘅一個真實數據，你自己睇數據判斷，唔好俾情緒同銷售嘅話術牽住你走。好啦，今集講完，大家覺得呢一集有用嘅話咧，就點個 like、訂閱、鎖死頻道，同埋咧 share 俾身邊準備落大灣區置業退休嘅老友仔睇，唔好俾身邊嘅人亂踩坑蝕養老本啊！想喺灣區買樓，唔想中伏蝕底，唔想俾 sales 抽水賺高佣金，落訂之前揾我幫你拆彈驗盤，絕對唔會俾你買貴買錯踩大坑。我係 Stella，下集見。